有心得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看不出来的，他们出来感情都非常好，他先生都是载着他来上课。就呢，他说我为什么来到场？因为我太太的改变啊，哇，他太太啪马上喷泪给我们看，哇，真的是，所以当我们能够改变他，从身心言行、家庭和睦，他能够忍辱负重、委曲求全的时候，他的家庭幸福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很好带他了，可以全家带哈。好，来再来提倡熟读经典与先佛的圣训，像这个陪同的部分就是我们在陪同他读经典的时候，你不能只有给他说，这个不错哦，里面看看，你要跟他讨论里面的内容，这个怎样啊怎样，然后他会开始知道他的不足，然后来成长。那当然有机会的也要尽量陪，让他能够有机会有发挥。比如说，好，我们带他出去成全人的时候，陪同出去，可以让他讲，他讲完了不足的，我们再来。那后面呢，我们再跟他，就是指导哪里不对哪里对哈。OK， 那呢就是给他怎样做体悟，刚刚讲过了，是体悟的修道。再来，不修行菩萨说呢，要如何带动后学，要有什么条件？要知道德与才嘛，两者要兼备。心重于德，自己言行举止无有闲话，端正己心，谦虚带动。所以呢，口出善言，口出善语。然后呢，他呢对我们有敬仰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好来教育他哈。那学养具优，充实学习，激发学道办道的发心，少谈见闻，多谈修行。